我細個一開始咧就住喺何文田，咁啊咁多年都冇搬過屋嘅。咁啊，但係點解屋企咧，即係細個就有部琴喺度咧？其實就係因為有好多親朋戚友個都即係有學琴啦。到中學嘅時候，咁就考咗8級嘅 classical， 咁都有一排冇彈嘅啦。咁但係到再大啲啦，都成20歲，我諗21、22歲到先至彈翻 pop 咯，跟咗另一個老師。彈 pop 之餘，又會學下啲其他 style 啦，可能少少 blues 啊，呢排會彈下 gospel 咁樣咯。綠色嘅 macaron 個個呈現，原來夢想係咁豐富多彩。佢叫蝦米，今年25歲，興趣多多，又有天分，更加係一個對夢想好認真嘅人。開餅店實現咗佢嘅烘焙夢。